近日传出4名维吾尔人在沙特里亚德遭逮捕，并将被遣返回中国。据悉，维族女婿阿布拉和他的女儿3月31日在沙特麦加遭警方逮捕。除了这对母女，将一同被遣返回中国的还有2名维吾尔男子，他们2020年在麦加遭警方逮捕后被关押至今。针对这2人可能遭沙特遣返回中国，联合国人权专家4月1日曾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沙特开放信息并确定他们的下落。人权团体表示，对维吾尔人来说，世界上没有地方是避风港，穆斯林国家更为中国的跨境镇压打开方便之门。加拿大劳工权利组织公布报告称，中国和其他地方强迫劳动下制造的商品持续进入加拿大。联邦法院曾有禁令，但从未落实执法。另外，有难民支持组织向法院提出申请，以防堵中国强迫劳动下制造出的产品流入加拿大。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最近送给以色列政府机关一批保温杯，当中一个疑似装了窃听器。目前，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正在调查。目前，以色列当局已将中国赠送的保温杯都搜集起来，并做进一步调查，同时不会归还给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表示，中方祝贺夏巴兹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中巴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坚如盾石，牢不可破。中方期待同巴方携手努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近日，菲律宾与日本外长和防长在两国首次2+2安全对话上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对东海的安全局势深表担忧。在声明中，两国反对对东海非法主权主张，反对在东海的一切军事化、胁迫、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活动，同时承诺在有关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关系，就建立和平与稳定，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达成一致。日本和菲律宾呼吁促进合作关系，确保经济安全，同时强调确保基于国际法的经济秩序的重要性。近日，位于德国的东都决散新闻中心新闻直播频道及维吾尔卫视频道不断受到中共黑客的网络攻击和破坏，用卑鄙手段使用该频道无法正常使用。4月8日，欧洲东都决散教育基金会在荷兰为正在东都决散遭受中共政府残酷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组织了一次开斋活动，并进行了祈祷。多位当地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新闻界人士，特别是土耳其驻阿姆斯特丹总领事馆参加了此次活动。